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樂永豪贏馬者同盟 YouTube 分享嘅時間啦。嚟到咧就2月中啦嚇，下個禮拜咧就即係就一個禮拜到就過年啦嚇。不過咧就始終馬季咧都係嚟到季中啦。今次就係季內第44次賽事啦。咁即係咧將個馬季分開上下半場嘅話，啱啱就嚟到一半啦。上個禮拜咧就跑完呢個4歲系列賽嘅頭關啦嚇。咁你可以話咧就即係大賽啦，即係系列賽開始展開啦。咁對上嗰2個禮拜啦，咁就長短途3關啦，咁亦都咧就呢個4歲系列賽啦，都已經跑咗啦。頭關，咁嚟緊咧，當然咧就即係2、3關陸續有來啊。咁其實咧，我哋經常咧都會覺得，即係譬如喺馬季裏邊啦。咁大家自從咧就國際賽之後啦，國際賽咧都會係佔咗大家心目中好大嘅比重。但係其實咧國際賽咧喺馬季裏邊咧係叫做上半季嘅焦點場合、焦點賽事，亦都咧就高潮所在。跑完國際賽之後咧，雖然好似話你話全個馬季裏邊啦嚇，咁最多外隊嘅，咁梗係國際賽啦。嗰日咧可能會好即係令到萬人空巷嘅。但係其實咧真真正正即係開始白熱化，或者係好多決定性嘅戰果出現咧，其實係喺季中過後先出現。所以咧，其實下半季咧，我覺得一樣精彩嘅。咁但係點好啦？咁嗱，跑完咧就呢個系列賽嘅頭關啦嚇。咁第2、第3關又未到，又就嚟過年。咁通常咧呢啲時間咧，咁你都會見到咧就甚至乎跑馬地100萬挑戰賽都完成埋。所以咧呢段時間咧，甚至乎咧就即係沙田好、谷草好，咁其實你都會見到咧中班次嘅賽事咧係特別多。今次咧都係啦。今次咧雖然話有一場3級賽，咁3班為主，冇1、2班嚇，有3班有4場，另外咧就4班有5場，咁啊一班咧就5班咧就有1場咁樣啦。咁嗱，如果你就咁睇嘅話咧，咁都係以中班為主啦。咁其實嚟緊咧下個禮拜3嘅谷草賽事咧，都係中下班次為主。但係你都見到咧報名馬都幾多啊，反而咧3級賽嗰場就冷場啲嘅，係咁。我嚟到呢段時間咧，你都要預係咁樣噶啦嚇，咁都冇辦法嘅。而家馬口的確係好多，咁所以咧混亂場合都比較多。咁若果咧就即係你諗下，即係你諗住係即係篤仔鋸大樹嘅，咁真係可以動下腦筋，因為呢啲場合咧係比較容易啲爆冷嘅。咁但係咧嗱，講翻咧今次咧就即係跑呢個中班次賽事為主啦，頭先講咗啦。咁但係咧，始終跑完系列賽第1關啦，咁嚟緊咁第2關就跑1800啦，所以你會見到咧今次咧。高班次嘅場合裏邊咧，第3班或者以上啦，你會零零舍舍見到安排2場嘅1800米嘅嚇，咁一場係3級賽啦，咁另外一場咧就係呢個第3班嘅1800米啦，咁3級賽一場馬少啲，3班嗰場咧就馬多啲，咁當然亦都係有啲咧就即係有機會去即係喺系列賽第2關上陣嘅馬係已經即係枕住咗喺度，或者咧可以講話佢哋愛嚟作為熱身嚇，咁即係或者大賽前嘅一場重要引進賽啦，所以今次咧零零四四擺2場1800嘅，其他嘅全部都係1200、1400嚇。咁無論草地好、泥地好，咁都係咁安排，都幾特別嘅安排啊！但係到底咁樣會唔會咧就即係呢2場難搞啲咧？咁或者咧令到你即係覺得應該要重視呢2場咧，避開呢2場咧，咁樣去處理咧嘅件事啦。咁嗱，講翻咧我哋今次嘅心水馬匹咧，我同埋心月老師揀嘅馬咧，好明顯就唔係揀1800噶啦，咁。多啲選擇嘛，其實有陣時咧1800呢啲路程咧係就係跑系列賽有份，但係其實咧1800米呢啲路程咧喺近呢20年開始咧，即係我都覺得喺香港嚟講咧變咗唔係好主流嘅路程咧，係經常有冷門出現，所以咧混亂嘅場合比較多啲，咁啊都要小心啲啊。好啦，既然係咁咧，講到今次我哋嘅心水馬匹先啦。嗱，今次咧就心月老師揀嘅場次比較早少少嘅，係咁都其實係中間場次噶啦。咁佢咧就比較中意咧就係第6場啊。咁第6場呢場咧就4班1200米即係嘅杯賽場合之一仁愛堂杯嘅。咁呢場咧就3次嘅次關啦，佢嘅選擇咧就比較中意9號嘅龍傲凌羅嘅。OK， 咁嗱呢場咧隔晚嚟講龍傲凌羅咧，咁都係有飛嘅馬，但係咪最熱就係呢個標誌浩瀚。咁啊，你見到咩馬房下4歲嘅澳洲嘅 PPG 啊，其實呢個龍傲凌羅咧，季內咧即係都已經係跑咗，其實上季開始跑啦，仲係頭嗰2場，即係5月開始跑，跑到6月尾。咁跑多場咁就唞暑啦。到今季又跑咗幾場，其實到依家為止咧，佢喺上季開始上陣咧，到依家唔覺，其實跑咗9個月嘅啦已經。上季嘅5月啊嘛，到今次而家係2月中，其實都已經係講緊係9個月嘅啦。但係以龍傲凌羅嚟講咧，跑咗6場，係上一次開始咧，先至開始上命跑到第3。咁你會話咁係好定唔好啊？咁樣嗱，我就會覺得咧，因為我同心月老師都係揀呢隻行頭。
呢啲馬咧，其實第一場賽事咧已經話俾你聽，佢係有啲 potential 嚇。咁甚至乎咧，你睇翻佢上季未出賽之前試習都已經有走勢㗎啦。只不過咧，呢啲馬有機會咧，佢舊年係後生，咁3歲本身已經唔係好穩定，咁加埋呢啲 PPG 喺香港出道，咁有機會咧係需要時間去累積經驗啊，咁等佢成熟啊、適應啊，呢啲係要時間嘅，冇得傾啊。咁但係咧，因為佢有質素嘅話咧，佢喺陣中咧係經常都會有一兩場幾好睇嘅賽事俾你去見到啊。但係喺佢未適應嘅時候咧，你跟住買咧，又可能會失諸交臂喎。係啦，呢個就係咧年輕馬唔穩定嘅特性啦。咁所以上季咧，其實佢1000嗰場跑得好，跟住增程跑1200嗰場就普通嘅。OK，到今季啦，4歲啦，一落嚟都已經唔跑1000，因為始終咧就即係佢係蔚藍灣國嘅馬啦。蔚藍灣國嘅馬，咁其實就冇乜所謂嘅跑1000-1200都。當然，蔚藍灣國係應該係跑長啲好啲嘅，跑1200或者以上好啲啦。咁外祖父 Shooting to Win 亦都係可以跑長啲。咁所以佢今季都冇揀1000米嚟跑嘅。咁頭嗰兩日1200其實表現都唔錯，增程上去跑1400又普通。結果去到上一場咧就再縮翻落嚟跑1200啦。咁你開始見到呢隻馬咧，慢慢跑下跑下咧，佢開始適應啦。而上一次咧，個6檔起步早段跟喺8、9位，其實形勢唔算係好有利嘅。因為嗰場賽事咧，係結果係運高八斗殺埋嚟擺喺前面走贏啦。咁潘頓嘅發揮當然係妙到豪癲啦，妙起上嚟嗰陣。咁但係咧就嗰場結果咧喺裏邊捐上嚟嘅初出馬創寶區跑嚟二啊。另外其他嘅咧擺喺前面走嗰啲天天更好啊嗰啲啊係跑近嘅。嗱，如果你純粹睇當其時嘅賽事發展咧，龍傲玲瓏嗰個跑法咧其實唔算好着數嘅，係因為咧第一可能步速俾人掌握咗，第二你中檔起步早段居後嘅容易俾人困啦。咁第三步速又唔算好快，前面嗰啲馬走翻嚟一係慳位，一係前置。咁每一樣嘅條件裏邊咧，都係見到龍傲玲瓏唔算好着數。但係結果咧，佢都能夠咧係可以上嚟跑第三，亦都力逼頭二馬嘅。當其時咧，老實講啊，運高八斗創寶區，即係我亦都有提供，都覺得咦係能夠頂得住龍傲玲瓏咧，係有啲好彩嘅。咁所以我都覺得，如果咁嘅話，跑幾場之後嘅龍傲玲瓏好啦，正式宣佈佢開始係適應香港啦，亦都開始發揮威力啦。通常呢啲馬咧需要時間去適應嘅咧，就唔係撒把嬌咯。因為有啲馬，譬如一嚟到咧，好快就有表現嗰啲馬，你都要提防佢加咗分之後，轉個頭佢會唔會即係 back up 唔到啊？因為呢啲馬有機會咧，佢憑佢新鮮感啦，佢用咗短時間之內佢未適應個評分加幅，佢可以表現失諸交臂。但係咧相反地咧，龍傲玲瓏呢類咧，佢根本只係需要時間適應，好早已經顯示到佢有能力嘅。咁因為你跑幾場之後，你輸咗你會減咗啲分噶嘛。如果你第一場係落地第一場，你覺得佢已經係好有威脅嘅，嗰陣時係52分嘅。咁你跑幾場？你諗下上次上完名之後加翻分都係得48分，所以咧我都覺得咧，如果呢個時候龍傲玲瓏咧開始起飛或者開始進步咧，喺4班要贏一場咧並不是難事。OK，咁所以咧呢場賽事難得地佢又唔算話好好熱啊，咁條件亦都唔錯，因為咧始終跑呢個斯蘭咧1200米只係得12隻馬上陣嘅啫，馬就冇即係AB 欄咁多嘅，咁亦都咧就今次排咗個4檔，因為你馬冇咁多，排咗4檔有。我有需要喎，睇翻上次咧，我估計上一次因為即係起步之後咧，咁佢都係比較輕鬆啲 relax 去跑啊，唔係好即係見到佢早段好積極去搶位啊。不過隻馬自己慢慢跟下都跟翻上去馬群中間即係6、7位嗰啲地方跑啊。所以今次排咗4檔咧，又呢場相信都有一定嘅快馬噶，即係譬如好似上次初出已經係跑得好嘅標之浩瀚啊、北地烈馬、鼓浪好友啊。咁呢啲馬咧，甚至乎風采人生啊，都可以擺得前啲去跑。我相信呢場咧步速方面應該就唔成問題嘅。如果咁嘅話咧，對龍傲玲瓏嚟講咧係有一定嘅幫助。咁127磅問題不大啊。近期何澤堯手風亦順，咁我都會揀呢隻咧，即係同森美老師一樣啦，都會揀呢隻龍傲玲瓏咧係即係覺得係理想嘅選擇嘅。咁所以啦，森美老師比較中意呢隻啊，第6場9號嘅龍傲玲瓏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啊佢揀中班杯賽嘅場合，咁我揀後啲嘅場次啦。咁嗱，我今次咧我就揀第9場啊。咁呢個賽事咧就3班嘅嚟到1200米。咁我再揀多次啊，我揀呢隻7號嘅得心之魚。係咁嗱，無疑得心之魚咧，上次跑呢個夜泥嘅時候咧，我都跟過一次。但係咧當其時咧，你話佢表現好唔算，表現好差咩？又唔係，因為咧當其時咧佢係跑第4啦，艾兆利跨跑第4啦，輸4個零馬位俾呢個黐列神區啦。咁如果以呢個得心之魚啦，近期嘅表現嚟講啦，即係今季佢
其實到依家為止佢未上名嘅，OK。咁但係咧，佢的而且確又算係今季最好名次嚟嘅喎，因為今季試過跑咗2次第四，咁第四已經係最好名次㗎啦。咁當然啦，呢2次第四名都係即係泥地嘅千二啦。不過當然你話喂，但係都係夜泥喎，佢唔係夜泥好啲嘅咩咁樣？嗱，如果以得心之餘以往嚟計咧，的而且確賽績嘅累積咧，夜泥表現咧係較好，但係問題日泥咧佢都能夠應付。更加重要咧就係當日泥遇到有步速嘅話咧，佢嘅威力咧係再強啲，加埋咗一樣嘢，因為夜泥好，所以咧跑日泥佢會好分啲。OK，咁所以你見到隔晚咧呢隻得心之餘咧都有成11倍。嗱，如果以我記得上一次同大家都係咁講，以得心之餘最好嘅配搭根本就係艾兆禮。上一次俾翻艾兆禮已經開始受人注目，咁亦都咧就即係埋門係騰飛啫，但係佢都係幾倍嘅啫。咁既然輸咗嗰次之後，再嚟跑翻日泥有披繩嘅情況之下，艾兆禮繼續其有10倍開外啦，我覺得係划算嘅，因為咧你對比上一次咧，再減多2分啦，其實而家咧評分上邊咧佢只有越嚟越有利。但畢竟都係5歲馬啊，呢個時候佢係冇錯跑咗挨住40場，但係都唔應該話去到即係急劇退化嘅環境啊嚇。OK，咁而上季佢69分，嗱今次69分啦，佢上季最 last win 咧係76分，但係69分咧係第2 win 嚟嘅，即係話69分咧佢可以贏完之後仲有多 win 喺手，即係話始終呢隻馬真係有起碼超過1場頭馬嘅評分揸喺手咧，咁喺度揀場合揀賠率點都好啦，咁都有機會咧就即係令到你咧係即係進可攻退可守啊，喺進退方面咧可以適當嘅調動啦。咁嗱，上一次因為你有機會咧，如果你遇到有強啲嘅對手嘅時候咧，咁你有機會被對手所成，因為同場嘅對手係睇住熱門嚟打。但係當你再減多啲分，再有多啲分喺手嘅時候，你又唔係熱門咧，你可以睇翻住啲熱門對手嚟跑。而呢場咧熱門對手裏邊咧好多嘅跑法咧都係比較主動。咁得心之餘咧真係後追嘅馬嚟噶嘛。咁我又相信咧呢組馬裏邊咧你有樂勝天下，有熾烈神驅啊、征天日上啊、居之極光呢啲夠快嘅馬喺度啊，咁對佢咧跟住你哋嚟跑就得噶啦。入到直路睇下追到幾多隻啊。咁我又覺得嗱，佢獨贏方面夾晚有超過10倍，位置係幾廿蚊嘅咧，係好值博嘅。因為始終咧你睇翻呢組嘅對手裏邊係冇錯，當起嘅馬係有，不過咧譬如好似樂勝天下啊、熾烈神驅啊，都已經喺短時間之內咧贏咗2 win，到底佢哋到頂未啦？評分加幅會唔會即係係適應唔到咧？呢個你要估啊，因為咧嗱，譬如好似樂勝天下咁樣跑2場泥地都贏，佢當然係加分上去啦。當然佢係有機會泥地係另外一個分，佢仲未盡嘅，可以絕對可以。但係如果佢話原來佢泥地比草地係只不過係多10零分2 win 到，咁2 win 用咗嘅咯喎。呢場係可以因為佢加分比較多而失諸交臂嘅喎。嗱，呢啲嘢咧，呢啲係經常發生嘅事啊。咁所以咧呢類馬如果太熱嘅話，係你都要預嘅，但係咧你唔好覺得佢係冇對手嘅 ，OK，佢絕對唔會係冇對手嘅。而呢組馬裏邊咧係有好幾隻咁嘅馬喺度，咁所以我都覺得咧呢場係一場幾勢均力敵嘅賽事。我會揀一隻有啲分頭，亦都咧係有能力有分喺手嘅馬咧，係俾大家選擇。所以就係揀呢隻周會得心之餘嚇，咁所以呢隻咧就係我聽日嘅心水馬匹。咁啊睇下半亞滿今次表現如何啊？好啦，咁啊既然係咁咧，重翻今次我哋嘅心水馬匹啦。咁啊，心老師比較中意第6場9嘅龍傲玲瓏。咁我比較中意第9場7號嘅得心之餘，6場9、9場7就係聽日我哋2匹嘅心水馬匹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捧場啦。咁如果大家咧想喺馬季餘下嘅時間咧，頭先都講咗啦嚇，咁啊已經到馬季嘅一半啦，剩翻咧就半季。如果大家想喺馬季餘下嘅時間同我哋更加緊密聯繫嘅話咧，歡迎大家加入我哋會員頻道嘅。參加辦法好簡單，喺呢條片下邊咧有條 link，大家 click 入去咧就會見到我哋會員頻道嘅簡介，揀一個自己適合嘅等級去加入，咁就可以咧喺馬季餘下嘅時間同我哋一齊攜手同行並肩作戰噶。等緊大家加入我哋大家庭啊！好啦，多謝大家嘅支持，下次賽事咧就會去翻下個禮拜3跑呢個谷草野賽嘅，禮拜2晚再同大家 YouTube 再見，禮拜二見，拜拜。